你平時見到嘅花，咁多顏色，點解會咁靚？其實，花嘅美，背後藏住一個我哋睇唔到嘅秘密。呢個係花朵同昆蟲之間嘅隱形溝通。原來，昆蟲視覺同人類好唔同，佢哋睇到紫外線。我哋睇唔到嘅光線，對昆蟲嚟講係重要嘅路標。透過紫外線，花瓣上會呈現獨特圖案同線條，呢啲就好似飛機跑道嘅引導燈，精準指引蜜蜂、蝴蝶。佢哋飛去花朵中心，搵花蜜同花粉，幫助植物授粉。呢種巧妙設計，係植物昆蟲幾百萬年共演化嘅結果。佢確保植物繁殖，亦提供昆蟲食物，維繫生態。想象一下，冇咗呢種隱形交流，世界會點？冇咗蜜蜂、蝴蝶，好多植物將無法結果，甚至消失，影響我哋嘅食物鏈，生態系統可能崩潰。所以，下次欣賞花嘅時候，記住，佢背後隱藏住一個充滿智慧嘅秘密世界。花嘅顏色，唔止為美學，更係偉大嘅生存策略。